每一天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25，箴言14章27节安尼讲：敬畏耶和华就是活命的水泉，为互人离开死亡的路网。咱三个来祈祷，赐活命水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宰，所有一切拢是出自你，生命在伫你，信心甲毋茫也在伫你，一切恩典拢是出自你所赏赐。我要深深献上我的感谢。主啊，你对阮应允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活命的水泉，为互人离开死亡的路网。主啊，伫这人人惊疫情的影响，心内不安甲惊吓的事，你互阮知，敬畏你就是活命的水泉，因为你为互阮脱离死亡的路网，通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愿你帮助阮，知影敬畏你，来安然经过每一天。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掠敬畏伊做咱的要紧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